各位同學早晨，相信每一位同學都已經喺你哋科任老師手上呢拎到咗你哋嘅試卷一㗎啦。我哋而家就將會講一講大家喺試卷一閱部，即係課外閱讀理解呢一份分卷上面嘅表現如何。首先，我哋先嚟講一講5班嘅成績分佈先。簡單同大家講一講先，成份卷32分滿分，咁就係由呢一個嘅白話文篇章21分，再加文言文篇章11分。另外，我哋亦都有一個4分嘅挑戰題，成份卷32分，所以我哋嘅合格線應該係16分嘅。咁而去睇返5班入面嘅平均分。AS 班同埋1C 班就啱啱好個平均分就掂到咗我哋嘅合格線啦。咁表現最好嘅話呢，就會係1B 班，咁就係5班入面最高分18.7分。咁1D 班嘅話呢，就相對稍遜啦，13.7分嘅啫，只有。而我哋去睇翻全班嘅合格率嚟講，表現最良好嘅呢，就會係1P 班嘅。咁合格率係5班入面最高，有78%。咁亦都睇得出呢一班嘅學習差異其實會係相對其他4班比較細嘅。咁我哋全級最高分嘅同學就喺1B 班入面，能夠喺32分入面攞到29.5分呢，係一個非常之亮眼嘅表現嚟㗎。咁我哋再嚟講一講5班佢哋嘅整體表現如何先。咁首先1AS 呢一班呢，其實佢無論係平均分啦，定係合格率呢，佢成個表現呢都係非常之貼近全級嘅平均水平嘅，所以其實呢一班呢係頗能夠代表緊我哋今年呢一屆中一嘅整體水平。咁而呢一班呢嘅作答態度亦都係非常係唔錯嘅，咁喺挑戰題入面呢，亦都好努力去做。咁但係你會睇得出，呢班嘅同學佢嘅審題能力比較弱啊，好多時候咧會答咗一啲離題嘅答案啦，或者會能夠睇得出佢係冇辦法理解到出卷老師問緊佢嘅方向係啲乜嘢，導致答案有偏差，就會個得分會比較低啦。同埋呢一班嘅學習差異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全級第二27.5分，同埋全級表現相對較為差嘅學生咧，其實都集中喺呢一班入面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咧，個學習差異就非常之大啦。而至於1B 班嚟講呢，其實睇得出1B 班呢歷年都係㗎啦。喺中文嚟講呢，其實表現係非常之亮眼㗎。佢哋無論係全級嘅平均分最高啦，全級最高分嘅同學亦都係呢一班啦，而且佢哋咧喺文言文表現咧，其實亦都係相較於其他3到4班咧個表現係傑出好多嘅。咁睇得出佢哋應該喺小學嘅時候嘅一啲基本嘅功夫係打得比較穩紮㗎。咁但係再去比較返文言文同埋白話文啦，呢一班同學嘅白話文基本功咧，相對文言文嚟講咧嘅操心都睇得出有一個操心嘅跡象㗎。好多時候其實佢哋識答，咁但係可能佢哋就會答得比較簡單，導致一啲佢可以攞到嘅分數就攞唔到啦。咁至於1C 班呢，其實佢嘅整體表現係同1AS 咧非常之相似㗎。整體表現亦都係能夠表現出我哋全級嘅平均水平啦。咁呢班嘅同學咧，白話文能力就會表現得比較好，喺文言文方面咧表現就會相對比較弱啦。好多時候一啲實詞啊或者虛詞嘅理解會冇咁好啦，咁就睇文章咧可能會出現咗一啲理解錯誤嘅情況出現啊。咁所以整體咧，白話文就會表現得好過文言文啦。咁至於1D 班呢，其實呢一班嘅同學啦，會睇得出佢嘅基礎能力會係相對比較弱啊。咁會好多同學呢都係集中喺呢一個合格線以下嘅一個分數度。咁但係其實
你話呢一班係咪非常之差呢？其實都唔係嘅，亦都有一啲值得鼓舞嘅地方嚟嘅。呢一班嘅學習差異呢，咁就會相對比較細啲啦。咁其實另外咧，呢一班其實亦都會比較少出現一啲完全放棄嘅狀態啊。雖然呢班嘅平均分數會比較差，咁但係其實最低分唔喺呢一班入面㗎，我亦都睇唔出有同學係出現放棄做卷嘅狀態咯。所以其實整體嘅作答態度係唔錯嘅，而且喺呢一班入面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情況。咁相信大家各位同學咧，喺白話文方面咧，表現一定會係好過文言文㗎啦。咁但係喺一啲班入面咧，佢哋嘅文言文合格率其實居然係比白話文要高喎。咁可能佢哋會願意更加多去背誦一啲唔同嘅文言文字眼啦，咁所以佢哋嘅合格率亦都會相對較高，咁亦都相信佢哋之後咧再多花時間去打好個基礎咧，成績係會能夠得以提升嘅。最後去到一 P 班啦，咁呢一班咧其實佢整體表現咧亦都係追貼一 B 班嘅。佢喺整體嘅合格率嚟講咧，其實係全班最高。成班嘅同學咧，其實表現都能夠位於中上嘅水平啊。5班入面咧，嘅整體差異咧係最細嘅，而且非常之欣賞呢一班咧，佢哋嘅作答態度係非常之積極。基本上係冇人出現唔願意答挑戰題嘅情況，咁所以喺挑戰題方面咧，得分率最高亦都係呢一班，所以佢哋整體嚟講作答態度啦，同埋基礎水平咧，都係非常之良好㗎。好，咁我講完5班嘅表現啦，咁而家咧就會同大家去講一講呢一份卷嘅答案。陣間對卷嘅時候咧，你可以計一計你嘅分數。如果出現咗計錯啦，同埋我講完個答案，你發現有機會你明明答啱咗，但冇俾到分你想重新複核試卷嘅話咧，你可以圈起個題號，然之後揭翻去你嘅封面右上角上面寫翻第幾版、第幾題，乜嘢原因要求老師重新複核試卷，咁我就會幫你重新睇一次㗎啦。咁但係如果你過咗今日先至再去揾我，同我講話我需要複核試卷嘅話呢，我係唔會處理㗎。好，咁我哋呢而家嚟睇一睇，首先第一題嘅答案。佢問到作者同埋母親點解會想要抌咗塊砧板佢呢？答案就係 B， 砧板已經用咗好多年啦，非常之殘破而且骯髒啊。咁大家可以喺文章入面呢，記得啊，我哋做所有嘅選擇題，你唔可以憑你嘅直覺，又或者係憑你嘅一啲常識去作答，你一定要揾到一啲文本依據，你先至能夠去揀定呢一個嘅答案㗎。我哋嚟睇一睇啦，最重要嘅嗰一句係啲乜嘢？我同母親啊就認為砧板係必須要定期更換，才能夠保證衞生。我哋再嚟睇返前面啦，其實佢入面亦都講到有非常多嘅刀痕啦、暗黃啦、泛白啦，甚至有啲黑色喺度，其實就睇得出佢非常之污糟㗎啦。再加上呢，佢已經出現咗一副老態龍鍾姿態，非常之殘破，咁亦都呼應咗佢同母親認為需要保持砧板衛生嘅呢一個原因。咁所以答案就係 B 啦。然後去到咗第二題，根據引文回答問題啊。呢一題用咗乜嘢嘅修辭手法去描寫砧板嘅外觀呢？其實答案就係呢一度啦，已然一副老態龍鍾之樣。乜嘢叫做老態龍鍾啊？其實佢就係形容緊一啲老人家行動好緩慢啦，佢嘅身體已經好老啦，冇辦法做到一啲好靈敏嘅行動出嚟啊。咁所以佢攞嚟形容人嘅狀態㗎嘛，又點會攞嚟形容砧板呢？所以答案呢一個就係擬人啦。呢一題呢，大部分同學都能夠答啱嘅，係有一小部分嘅同學答咗明喻或者暗喻嘅啫。咁相信好多同學呢，可能就會覺得啊，呢度
刀痕係咪比喻緊佢嘅滄桑呢？咁但係大家留意翻，佢呢一度唔會係明喻啦，因為佢冇出現過像啊呢一類嘅語詞，亦都唔係暗喻，佢冇出現是啊或者變成呢一類嘅語詞。咁而且最重要嘅係啲乜嘢？比喻法嘅作用係啲乜嘢啊？佢係具體化、形象化㗎嘛。咁本身一個咁具體嘅刀痕，佢又將佢比喻為滄桑，又點會係一個具體化、形象化嘅一個表現嚟嘅呢？咁所以佢就唔會屬於一個比喻句啦。呢度係用咗擬人句嘅。去到下面承上題呢一種嘅修辭手法有啲乜嘢作用呢？我哋分咗做兩分。第一個，你要講到，你要解釋到俾我聽點解係呢一個修辭手法。大家記住啊，升咗中學之後，你嘅答題呢應該要詳盡好多噶啦。佢問你有啲乜嘢作用，你唔可以純粹答我作用噶，你係需要有進一步嘅解釋，而呢個解釋係要有文本依據嘅。咁所以你就必須要話俾我聽啦，因為老態龍鍾咧係一個人類嘅狀態嚟㗎，佢攞佢嚟形容咗去一塊死物砧板上面，所以佢係擬人化。呢度要留意啦，有非常多嘅同學寫慣手勢，乜嘢都要寫比喻上去。如果係比喻嘅話，你上一題你又做咩要揀擬人呢？所以如果你喺解釋嗰度寫咗比喻，我就冇分啦。咁後面有1分嘅嗱，如果上面有人答錯咗嘅話，但係下面我發現你嘅解釋呢係能夠講得出佢係強調緊砧板嘅殘破，我都可以俾1分你。咁大家可以睇下一啲同學嘅例子，你睇下講咩？佢可以更加生動形象咁樣描述砧板嘅外觀。我都知佢係描述緊砧板嘅外觀，但係佢嘅外觀有啲乜嘢特點啊？你係必須要呼應殘破呢2個字㗎。咁所以大家以後答問題嘅時候呢，唔可以非常之籠統咁樣去答㗎，你必須要依靠文本咯，同埋有自己嘅解釋去作答，你先能夠攞得齊分數㗎。好，去到下一題，咁呢2題呢，表現亦都係相對比較好嘅2題嚟㗎。父親係咪非常之喜愛下廚呢？答案係正確。點解啊？因為佢非常之認真咁樣去切肉啦，而且呢，佢切完之後，作者食咗，父親係非常之得意咁樣去追問佢點啊，好唔好食啊？然之後就會能夠得到作者嘅肯定啦。再加上去到咗後面，佢喺文本入面亦都有講過啊。父親呢，每次下班嘅時候就會跑菜市場，咁然之後就會即刻拎返屋企直奔廚房去揀菜、洗菜、切菜、上灶、燒火，一個人的忙碌，一個人的快樂啊！所以其實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細節，都係話緊俾你聽，爸爸係非常之享受煮嘢食㗎。我另外第2題。作者唔願意俾家人入廚房幫忙，係唔係呢？大家可以望翻文本依據呢一度啦。有一日，父親又喺度切菜啦，母親識趣地前去幫忙，我都跟住幫忙。而一睇，咦，佢切緊黃瓜喎，我就接過手來。而父親亦都係願意讓俾佢切，所以先至引發咗佢後面佢切得大大小小長短不一嘅情況出現，所以其實爸爸係願意放手去俾屋企人幫手㗎，咁所以呢一題就係錯誤啦。好，去到第4題，點解作者會喺凝望父親雙手之後呢，就會有一種自豪同埋酸楚嘅感覺呢？首先，自豪答案呢就係養活咗佢嘅妻兒子孫啊，或者你去寫佢能夠呢靠呢一雙手去餵飽咗佢嘅妻兒，我都能夠接受嘅，得唔得？咁但係你話佢靠呢一雙手去切菜啊，等等嘅答案我就唔接受啦。咁而且佢靠呢一雙手煮咗咁多餐飯俾佢老婆仔女食，
佢煮咗咁多年啦，年紀老邁啦，依然點啊？依然廚藝精湛。如果你答我，功力不減啦，廚藝不減啦，咁我就會俾0.5分你嘅。如果有人答我佢嘅佢嘅刀工係非常之好嘅話呢，我係唔俾分嘅。因為其實佢呢一段，其實佢成篇文章都係強調緊爸爸煮菜嘅過程啊，而唔係單靠單純去強調佢切黃瓜嘅手勢有幾好，所以其實你必須要強調到佢嘅廚藝好啊。咁另外點解佢會突然間覺得咁酸楚呢？原因就係你見唔見到佢呢度用咗非常多嘅文本呢，去講佢出現咗白斑啦，有好多被熱油燙傷嘅痕跡啦，令到佢雙手非常之斑駁啊！你要強調到，因為佢煮嘢食嘅時候留低咗痕跡，令佢明白咗啲乜嘢啊？點解我同媽媽嘅廚藝咁差嘅？係因為爸爸對自己嘅重力同埋付出。咁你哋好多同學能夠喺文本入面抄到呢2分翻嚟，但係我哋做閱讀理解唔係單純睇你抄唔抄到文本依據噶嘛，你必須有自己嘅解釋。咁佢見到佢手上有咁多嘅傷痕啊，於是點啊？我好心痛爸爸，因為佢居然為咗我受咗呢啲傷喎。又或者你能夠答到我，我好感動啊，因為我睇得係透過佢呢一雙手睇得出爸爸對自己嘅付出啊！你必須要答到我有心痛或者感動，我先至會俾齊3分你嘅。好，然後去到下一題啦。承上題，佢就問你啦，佢咁樣表達自己嘅感受，佢屬於邊一種抒情方式呢？呢一題大家嘅呢一題咧，係真係能夠睇得出我哋嘅同學你嘅審題能力啦，同埋你嘅基本功打得好唔好，上堂有冇好好地聽書。我問緊你抒情方法喎，但係有非常多嘅同學答咗我啲乜嘢呢？答咗我記敘手法啦，答咗我描寫手法啦，甚至乎答咗我修辭手法，好多唔同千奇百怪嘅答案出咗嚟。咁我哋嘅抒情手法其實應該分咗做2種㗎。第一種直接抒情，例如我而家聽緊老師講書，我覺得好悶啊，我好唔開心啊，我好想落堂，我好肚餓，我好想快啲去 canteen 食飯，我將我嘅感受直接講咗出嚟嘅。另外一種就係間接抒情啦，我係唔會直接講我嘅感受出嚟㗎，咁我會透過其他嘢去帶出嚟。例如我好唔開心，我唔會同你講我唔開心，但係我會講我而家流淚啦，我默默地流淚，或者我透過一啲死物去帶出嚟，呢啲枯黃嘅落葉咁就孤零零咁飄落咗我身邊，帶出啲乜嘢？我而家好孤獨咯，但係其實我由頭到尾都冇講過我孤獨2個字出嚟㗎嘛，呢啲就叫做間接抒情。咁我哋嚟睇返呢一題啦，答案係直接抒情。點解啊？佢呢一度未直接話咗俾你聽咯，我而家覺得好自豪啊，我好心酸啊。呢一題係一個承上題嘅題目嚟㗎，咁所以佢就係屬於直接抒情啦。佢嘅好處係啲乜嘢呢？直接表達自己覺得好自豪，或者佢感到一陣嘅酸楚。2大好處，第一，能夠俾讀者更加深刻直接地咁體會到作者嘅感受，亦都加強文章嘅渲染情感渲染力，情感更加真摯。呢2大嘅方向，咁就大家記一記低直接抒情嘅好處啦。我去到最後一題啦，點解作者一家最後會決定留低嘅砧板啊？我哋嚟睇下最尾嗰一段。
呢一塊砧板最尾就按咗父親嘅要求啦，就安置咗喺櫥櫃一角。即使佢老咗，用途唔大，父親都係依舊不捨㗎，所以我哋都唔反對父親留下佢啦。所以第一個答案，父親唔捨得。第二分就係啲乜嘢呢？佢話留低佢就好似留低咗父親喺我哋呢一個親情入面嘅守護咁啊，深深淺淺、綿綿長長，佢從未改變。佢呢一個呢，其實就係代表緊我哋係一篇借物嚟抒情嘅文章嚟㗎。佢係象徵咗父親對家人嘅守護啦，佢嘅付出啦，或者佢代表緊父愛啊。咁如果你能夠答到呢一啲呢，你就能夠攞到第2分啦。記唔記得我講過，閱讀理解唔係考緊你識唔識得抄文本，所以有好多同學你直接同我抄咗呢一句，留下咗父親在時光蔓延中印刻在親情裏的守護，直抄句子。唔好意思，0分，我唔會俾你，因為你冇自己解釋。你要講得出佢係象徵緊父愛啦，象徵緊付出啦，又或者你能夠講得出呢一塊砧板係代表緊佢喺親情入面對我哋兩母女嘅守護啦，呢一啲直抄我唔會俾分你。好，去到呢一個嘅第2篇文言文啦。你可以簡單咁去睇一睇，咁我下面呢亦都俾咗成篇嘅語譯你啦。呢一篇呢就係講緊啊，記住呢，其實我哋睇文言文呢，好多時候啊，佢係一篇關於人物故事嘅文章呢，佢都係第一句會先去介紹呢一個人係咩身份啦、咩地位啦、咩國家、咩時代嘅人㗎，咁然之後再去講佢個名，咁所以大家呢，以後見到呢一類嘅文章可以留意一下，你見到有啲咩唔識嘅字眼呢，你就可以推斷可能係講緊佢嘅身份、地位、國籍、時代背景或者佢個名。咁佢就係講緊話，原來漢時咁就有一個嘅雲龍郡人，咁就係叫做楊寶。發生咗啲乜嘢事情呢？佢見到有一隻黃雀俾貓頭鷹搏擊啊，咁然之後仲要俾螞蟻圍困，見到就憐憫佢啦，於是就去將佢安置喺個箱入面啦，用黃花餵飼佢。過咗100幾日之後，黃雀啲毛生齊咗啦，咁就飛走咗，然後再飛走咗，夜晚再返嚟。呢個時候楊寶仲瞓覺喎，有一個着住黃色衫嘅童子呢，就向佢拜謝啦，就話其實呢，我係西王母嘅使者嚟㗎，多得你非常之仁愛啦，咁拯救咗我好多謝你嘅大恩大德。於是就攞咗白環4枚，攞咗4個白色嘅環去送俾阿楊寶，就話佢呢可以令到阿君啊，即係你嘅子孫呢，品德同佢一樣咁潔白啦，個官位達到3公一樣咁高，就好似呢一個白環一樣，非常之高貴嘅一個地位象徵啦。呢篇文章呢，整體其實唔難嘅。所以其實咧有唔少嘅同學咧都答得非常之好啊！喺11分滿分入面咧係有幾個同學係能夠攞到10分嘅高分，咁就表現相對之唔錯啦。咁食以黃花，咁就係指以黃花去餵飼呢一個嘅黃雀啦。咁答案就係 D。第8題，朝去暮還，朝頭早對夜晚，去對翻係啲乜嘢啊？就係回來咁解啊嘛，得唔得？咁就係解回來或者回去。係啦，如果你寫回歸咧，係0分嘅，因為呢一個唔係解翻嚟咁解。係啦，佢喺詞義上面係有啲分別嘅。乃以白環4枚予寶，就係解給予或者贈予，有一個俾嘅意思喺度。咁然後本文採用咗邊一種嘅記敘方法去記述呢一件事情呢？答案只有一個，順序法。我唔肯定係唔係內地嘅小學呢係教正序法，因為喺 B 班入面呢，幾乎有70%嘅同學都係答正序。
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呢，係唔俾分嘅。再加上我都問咗唔同嘅科任老師啦，佢哋其實喺呢一年入面亦都係提點過你哋唔好再用正序嚟回答問題，係啦。咁所以你必須要答順序法。如果你就咁去答我順序呢，我會俾0.5分你。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個序字點寫。如果你答咗我順序法，當你錯別字0.5分。如果你冇個法字，就咁答我順序0分，得唔得？請大家答問題嘅時候完整啲，唔好就咁話順序兩個字。佢用咗一個順序法去答，咁你要做説明喎。點解佢係順序法啊？因為佢係按事情發展順序，佢係按時間嘅順序。呢度1分。有咩好處？條理清晰啦，脈絡分明啦，容易掌握事情發展啦，等等都可以係好處嚟㗎啦。咁呢度最後1分。有啲同學呢，可能撈亂咗倒序法。佢話因為我順住個故事發展去答，所以咧就能夠吸引讀者注意啦。呢一個係唔接受嘅。吸引讀者注意咧，應該係倒序法嘅好處嚟嘅。咁所以大家溫書就應該要溫得仔細啲啦。好，根據文本，楊寶有啲乜嘢嘅性格特徵呢？審題啊，同學，試喺文中摘錄二字作答。好多人答善良、有愛心、仁慈，呢一啲全部都係你自己嘅答案嚟㗎。我哋呢一題，我只接受仁愛，佢係唯一一個性格特點。咁你要去嘗試解釋啦。文本依據1分，你講得出佢帶佢返屋企照顧佢啊等等啦。你有一個簡單嘅解釋，我會俾1分你嘅。咁但係如果你太過簡單話，帶佢返屋企，或者餵佢食花，你講得太過簡短嘅話呢，我會根據你嘅詳細程度去着略去判斷你係得0.5分定係1分嘅。咁但係你要有説明啊嘛，你要有自己做解釋啊嘛，咁所以你要嘗試去講到，因為咧佢唔忍心佢對方受傷害，佢願意身體力行去幫助對方，睇得出咧佢為人非常之有同情心，佢願意去憐憫小動物嘅，有解釋1分，得唔得？1分文本依據，1分解釋分數。好，最後啦，黃衣童子點解會嚟揾阿楊寶呢？咁呢個就係睇你能唔能夠去理解到個故事啦。咁就係呢一個佢要答謝自己啊。咁就答啱嘅話，呢一題有2分。好，去到咗最後嘅挑戰題啦。最後挑戰題呢，我唔肯定大家喺做呢一份卷嘅時候呢，時間夠唔夠充足啊？有答得最好嘅表現嘅一班係1P 班，之後咧就係1B 班。咁呢2班咧整體嚟講咧答題都會積極嘅。咁可能時間唔係好夠啦。咁1D 班入面咧就有超過半班嘅同學都冇去作答啊。咁我就會覺得相對會比較可惜啦。同埋呢一題係非常能夠睇得出大家嘅審題能力如何啊。佢入面講到黃衣童子咧就用咗八環4枚咧去比喻呢一個嘅楊寶子孫嘅品德喎。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要揀另外一種物品去比喻啲乜嘢，去比喻高尚嘅品德，你會選取啲乜嘢呢？咁如果你能夠講得出一個合理嘅物件嘅話咧，你就會有1分。你就咁答我2個字，即係就咁答我鑽石，我唔會俾分你㗎。你要鑽石簡單去講到2句，咁我覺得勉強合理啦，咁我就會俾1分你。咁但係如果有啲同學咧，答咗我一個物件，咁但係我完全係冇辦法理解到嗰個物件同高尚嘅品德有咩嘢扣連，而你亦都冇一個合理嘅解釋嘅話咧，我係會依舊俾0分你㗎。
咁如果你嘗試去做解釋嘅，咁但係只不過係解釋得未夠詳盡，我會俾2分啦。咁你係能夠講得出你本身嗰個嘅喻體嘅特點係啲乜嘢？例如因為佢硬度好高啊，好承受到壓力啊，然之後去對應到品德有啲乜嘢嘅特點。咁高尚品德你可能要舉下例子喎，同堅貞不屈好相似咯。然之後再去解釋啦，就好似我哋面對逆境嘅時候就會堅持耐心，就好似鑽石一般咁堅毅啦。咁能夠講得出兩者嘅共通點啦，亦都有邏輯啦，有條理嘅話，我就會俾到4分你啦。喺呢一題入面呢，有好多同學錯誤理解咗題目，有啲人就會答咗我，佢呢一件物件同白環嘅相似之處啦，又或者有佢舉咗一件物品同陽寶嘅品德嘅相似之處啦，佢舉咗一個物件同陽寶啲子孫嘅相似之處啦，咁但係佢通通都唔係問緊你呢啲。佢問緊你，如果要攞件新嘅物件去比喻一個高尚嘅品德，你會問啲乜嘢呢？你哋就睇錯咗題目，就不停喺度同我講翻咗篇文言文入面嘅故事。咁嘅話呢，我一律0分或者最高只會有1分嘅啫。咁整體嚟講，就係我哋今次成份卷啦，個整體表現就係咁啦。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問題嘅話呢，咁就都係嗰個啦。請你圈翻起題號，然之後喺封面度寫翻你嘅頁數、題號、複核原因，然之後交俾我去重新複核試卷。最後呢一句呢，咁就送俾大家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好多時候你今次低分，你唔需要氣餒。其實我哋閱讀理解呢係冇辦法一蹴而就㗎，你係必須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多睇唔同嘅課外書，去嘗試多做練習。你會喺一次又一次嘅浸淫之中慢慢去成長，最後先至會睇到你嘅成果㗎。咁所以如果你今次表現唔好嘅話，唔需要灰心，唔需要氣餒。如果你今次表現非常之好，你亦都唔需要太過驕傲。我哋只需要繼續保持平常心，好好去溫習，好好去閱讀。咁相信呢，大家嘅中文能力自然就可以提高㗎啦。好，咁就而家呢，就可以將你嘅份卷傳翻俾你嘅科任老師，有啲乜嘢問題就再去託科任老師轉話俾我聽啦。